营养，古柏树叶是好重要。爱物育业是古话长推移，上会观念要强刚团结，让啊本人开放刚团结。大细嘛都一条无字眼，爱到冬夏高官来摘呀。美浓山下，摘到几个山下，爱住爱呀，好吹舌头，阿妹报嘅合作帮白妹讲嘅想法。慢速慢速，来叫几多，上悲哀。人流纵火，爱捉唔到，要睡唔到。火风里是见对见人做，火风里是见对见人做。哎，免来了。就加肉乱一点。哎，好嘞。老板，来盘龙虾沙西米，再来一尾活鱼三吃。去你个担担面！我们这里没有那么高级的东西。海口，你还好吧？罗妈在不在？哎，罗妈，她离家出走了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爹啊，好像得了淋病，还传染给我娘。他们两个大吵了一架。他就离家出走了。那你弟弟妹妹怎么办啊？还好喽，我弟弟呀会照顾我妹妹，我就顾着这个店喽。我倒是希望啊，我爹啊快点把我娘找回来。淋病，那不就是干？八成是超掉那个大奶妹惹的祸了。这些小姐只知道捞钱，也不知道顾身体。这样下去哦，谁还敢上门啊？不是，你是说我爹爹常去茶室？好像是。好了，我请你们吃点东西。山珍海味是没有了，不过豆干、卤干是很多。来，坐，我自己卤的哦。哎，还要海带哦，不要那么小气哦。哎，太口味，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就不做了，你帮我们把那些包起来啊。傻子啊！你们陪我讲讲话嘛。改天啦。哎，记得卤味多包一些哦。哎，对对对，再多加一点葱花也不错。哎呀，你们这些没心没肺的朋友，我在这边受苦受难，你们还有心情在那边吃野味哦？你今天才认识我们哦。哎，大不了我们帮你多吃一些啊。别啦。小心啊，吃死你哦 ！Thank you。哎，记得有空来上课哦。再见了。美丽，吃一个蛋。谢谢。奇怪，你们的地瓜怎么就没有罗胖弄得好吃啊？你要吃不吃随便你啦。我们在山上也常常吃地瓜哎。好香哦。美丽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？就我爸爸爱喝酒啊，我妈妈最近又生了一个妹妹，家里需要钱，所以我爸又去借了一笔钱，爸爸叫我出来工作来抵债。哦，你年纪还这么轻，这样好可怜哦。没办法啊，山上工作机会不多，很多人都在山下工作赚钱，让家里生活。你好孝顺哦。没想到竟然被卖到春秋茶室来。其实你不是第一个，
有很多哦。干仗很多都是山地女孩，我听保镖说啊，有些还被卖到妓女户，下场更凄惨。卖哦，那是谁在卖啊？人口贩子啊，他们啊都到山地村落去找一些年轻女孩，我听说有些国小毕业就被卖掉了。才不是，爸妈叫我工作去还债，那个人说介绍我到茶室去工作，我问他是不是采茶卖茶叶的地方，他还笑笑说是你被骗了啦！我以为还债还完了我就可以回家了，谁知道是这种地方，我爸妈一定被骗了啦。一定是这样啦。那个人口贩子真是太可恶了啦！凭借人真坏心。不过你们两个不一样，你们两个是大好人。我们两个一定会帮你逃回去的啦，你放心啦。谢谢。不过最好躲个1个星期，怕三弄没那么快死心。1个星期会不会太短了？要不要多等个10天半个月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咱起来啦！较无闲哦。哎呦，咱久拢无看，来来请，来请，哦，真久无看。等你真久啊咧！欢迎哦！哎，还有钱东有？无呢，我喺茶站附近寻，都寻无一只粉嘛。还你找到？嘛无呢，毋过我有去管区遐探听过啊，伊嘛无去报案呢。奇怪，咱太昨夜无可能安尼搭唔见啊。我来问个阿三呢，伊讲有只粉嘛无几路卡。这样就看起来哦，佢应该唔是田那边冰屯，还望离开人操啦。好啦，我吃，先入去内底啦。奇怪，无可能啊，这位那边哦。小姐啊，你今日搁穿甲真妖娇嘛？嘿，又搁是你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透定来遮卡油？就懵姐啦！创啥？咱遮卡来出来哇！你看咯！你来创啊！我马上做生意哦。安怎？经过遮袂使的哦？经过是会用的啦，是讲路遐尼啊大条，你倒位物件偏偏咱行回遮来食阮小姐的豆，无啊？恁是要什么意思啊？相较边仔好无？你甲客气哦，莫去甲动手哦。哎，我即要请恁两个较客气的哈，莫定定走来遮甲我咧小姐咧消磨啦，啊无得开钱。敢走？要走啊？看啥？好，莫想我办，打电话等是要走啊？等着干怎？恁爸食庆丰等你啦，臭死啦！哼，连甲来看这两个哦，收你到金死死啊！迄两个搞死囡仔吼，定定拢走来遮乱啦。夫人啦，奇怪，遐今日拢无看到伊，恁无害嘛啊？其实我会用用的，当伊都无限凄惨，毋知无限嘛该啦，你看呐，冰好的都了还无做呢，毋是死哪伊有？哎呦，内凉的哦，去就去请你在家里嘛。身上看个夫人嘛，有在给红捞嘛。哦，哎，你们老豆，也是清白讲哦。哎，夫人嘛，你有没有抵三农不会那么快死心啊？那个王八蛋，太了解他了。可是他是你们家请的啊。还是我妈的相好。哈，其迄日阿妹K狗哦。他本来是我爸当兵的朋友，后来我爸跑船失踪之后，他才来水天帮忙的。哦，失踪哦。
我以为你爸爸已经过世了呢。掉到海里10几年，早就没指望了。我妈都替他立好牌位了。哭手现在抽一点是三龙在管哦。抽一点是我阿公传下来的，还不是他的，是他手段强硬。我妈又处处护着他，干，不想讲了。啊，原来你家这么复杂哦。喂啦，回来咯，阿妹咧，廿妹喊好贵啊哦。来滴啦。哎，哪个事啊？车店要开始忙了，你们这次要去哪里？我啊，三栋还来派下事情啊，俺家个贵多的啦，啊。干，我就知道三男还没死心，一定是他派人出来找陈美丽。翁永个赛啦，他们好像往抽水站那边去了呢。我先回家探探，你骑脚踏车比较快，你赶快绕路去抽水站那边警告陈美丽，叫她晚上千万不要开灯，也不要出声音，知不知道？好，来听来听，来先辈。做哪来？调度的啦，人家按道理的事而来请啦。找无嘛是遐找啊，头家娘哪有可能了这条？就是讲头家娘要了，三郎嘛唔紧啊。咁我啲总督的地位，按道理的也什么个谁来呀？啊，若是店庄仔来的话，一定有人甲斗相共的啦。啊，若无店家落乱做，早嘛去互发现着啊。我很满意啦。迄要来变银行咯？我哪知哦，通即嘛天也袂好，紧来头前啊找看卖啊啦。美丽，我跟你说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不是故意的啦。没关系啊，没事啊。阿发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是要来跟你说，春秋茶室的保镖往这边来了，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哦。那怎么办？阿发，你是来带我逃走的吗？啊？逃哦？我也不知道带你逃去哪里耶，而且在外面走动反而更危险呢。那怎么办？我不想回去了，我不要回去了，好可怕！我不要回去了。美丽，美丽，我不想回去。美丽。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啦。现在差不多要天黑了，你只要好好躲在里面，不要走动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还有，你要记住哦，千万不要开手电筒，还有，不要乱走动，不要出声音。那我先走了。阿发，我还是有点怕，您可不可以留下来陪我？啊？美丽，不行啦！我如果留在这里，万一他们看到我外面的脚踏车，你反而会更危险的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我还是先走了。哎，阿发，你要记住哦，千万不要出声音，不要乱走动，不要怕。
丽，我明天再来看你哦。好，我等你，你一定要来哦。嗯。好，过来，你生呀，这生呀也唔超样诶，那英语比英语贵啊？妈，哎，老爸也唔是说班啊，反正超样人迄个啦。吃饱的啦。吃饱诶，啊，路卡有饭有超诶，唔贵来说，唔知影啊？无啊。无，唔讲迄咩，有人也饱哦，那红天边人买，唔影讲啊。阿爸喏，廿饱哦，迄人唔稳诶啦，都给人钱贵啦。那伫遐行吼，啊行还唔做啊会贵，安阿妹吼，就买老爸爷啦，无问太意啥吼，伊路卡应得，像伊们迄咩发生爱事情呢？爱弟啦，妈，伊都说有嘛好笑喏。爱像因查来啊，无笑我笑嘛伊啊，甲因讲啦，迄老爸买的东西啊吼，无卫生啦，莫伊老爸说，像伊摆吼，也规路卡说够好啦，娘爸存钱很辛苦。莫伊老爸拿啥因把钱呐？无啦，妈，俺个同学去泰国的路卡看伊，伊拄好到点蒙天数，就请俺们吃饭。真是嘞，无骗我哦。真的啦，俺无骗啦，泰国的金比伊无伊好搞，同学早就约好，我去看伊啊。那唔信哦，唔信做得去问阿伟啊，阿伟个脚骨扭到的，无伊妈会强阿去。泰国也卖含钱贵嘿。忙啊，你用会滴啊？阿爸，过来了，做大学有菜啊，行来食啦。伊哦，讲伊吃饱的啦。食饱嘞，做嘛个论师傅不给东西喏哈？妈哦，要注意最好是个主角呢。唔就唔好食咯啊！你做得拿去饭呀？阿那达做饭包，安尼咩嘟好诶？我哪会讲啊？也是啥本来。不因先生，我淡薄安法了。买东西啊？数学练习本。唔用诶，约费就约费，做嘛按无聊，再按你东西归来啊？无聊。讲嘛假啊！你爱生人啊，哪唔啥人讲法？日本先生嘛爱味道很好啊，伊也吼安尼一有心的啊，请几多人功课呢？就是啊，叶先生讲哦，台北嘅补习班啊，就用日文书呢，伊哦去拜托佢朋友钱呢，我帮伊加强名嘅数学。唔是伊教生意啦，台北就够好哦，假报。哪去啊？不用也这么干啊！你妈你要考试啊？不用练就好啦，规身的好，我去洗身啦。哎，伊遐啦吼，无饭也同我请的啦。然后你卡开店做生意的，100岁啊，有糖豆嘛啦？糖豆的啦。出菜哦，生意。本来啊，做方的菜吼，你数数咧，糖我去饭老太太饭包啦。哦，好啦。慢点慢点，那个菜啊吼，还剩暗度。感冒吼，嘛顺便甲夫人先生准备个饭包，听朋友啦吼，阿饭拿去好教陪伊啦。听讲伊哦，俺去个拿去就好个啦。迄阿饭拿去哦，佮体传一下课，就是呛呛的啦。安尼嘛好啦。
唉，该烦哦。飞人先生喊出来就好咧。不会吵哦，阿飞来吼，摇摆书后听不懂都呢。你当然咯，学校的先生啊，教得清哦。但是啊，慧珍老师一教，一下就会哦。嘿啊。今年日本你吼搞毕氏定理，也系公式东后 U 每东出腰，你给我记起来好吗？好。好，那样。直角三角形两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，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，那可以叠吗？哎，海上共有进步，你就可以是某转型了哦。我是不会编课。唔知呢，还同妈讲哦。先生，佢有蛋的哦。我信唔信干啊？让我殊途好路哦。慧珍姐。体力啊，我很爱老师。上课的时间冇讲手游的冇诶。我就很慧珍姐。以前，该爱闹，该活泼。结婚以后，个人就变了。我很关心慧珍姐。你关心阿妈嘅啊？你说唔通好多大关心阿妈嘅？我生意你冇教人到好冇？错嘅事都好嘅啦。我没生意呢。唔好应该系看做生意呢。唔中意阿叔。但係人唔可以半年強下，硬我人家騙嘅，一兩係全部就抵啊！好，你全定咩聲音呢？你看呢，哎呦呢，你點乜嘅啊？記住係安尼當嘅，你全就定，你做得做乜嘅啊？慧珍姐，慧珍姐，先生，我痛吗？我痛吗？我改子，我一定要改子，我报复你，慧珍姐。辦公唔係聲音嘅，講有冇講法？我講嘅真嘅啦。好啦，翻嚟，上課誒。可能另一边 ，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。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。
血有什么用？其实还简单啊！你看，你又走得走嘛给我。哼，你反目做人就人啊你，我本全部啊，佢无事啊，反条命嘅呀。对啊，若是去互人找到，一定去互拖定甲金死死的啦。所以我不敢寻到，我都抵死啊。咁啊，肚皮啊，为死，要下出嚟比门咧顺水水。我日下暗暗的，也间师傅咧点样讲啊？头前迄间是啥？储水站吧。我边个地方？咱去找看卖。有啲门呢，嗰防飞嗰叫模拟出嚟，下呢啲啊。既然来，咱就去要找看卖。啊无，找无人等于死去头家你妹咧，找看卖啦。哎，有人来看卖。是谁？哎，是我啦！哎，你们两个摸黑在那做什么？吓死人了嘛！哦，是山东啊，这么晚，要等食饭哦。哼，老婆都跑了，还回去吃饭了，都是你们啦，害死人了！用的喏，他们本家家敌人去请什么，所以是吃啊。不止这样，你们的小姐不干净，害我得了肮脏病不说，哎，连我老婆都遭殃了。她一气就回娘家，哎，连儿子都不管了。放心啦，放心啦，查某人嘛，过两天气若消就转啊。行啦，行啦，来来，我跟你还做？啊，这样的差事谁还敢去啊？啊，冇可能啦，山东诶，你点样吵呐？跟事情讲问，条件用低咩？以后安排你个抢那个平干恰是你啊，你咩定安条件用个阿沙哩嘅人，而乜本一种事情发生喺然后嘅顺风啊？对啦对啦，踮厝里恁亲亲，来阮遐啉一杯啊，较温暖啦。等一下，你说的韭菜，你们请啊？行啦行啦，哎，没问题吧？行啦行啦，你咱讲啦，行你讲，好。阿范，好戲啦，我要搞呀。好啦。做唔得，係太美麗，我來看。来，今日洗衫嚟，好爽快。阿公，是酒了。阿公啊吼，去楼田水啦，俺哋先洗。哦，有人啊，这蝗虫就按摩精神了啊！哎呦，你万小呢哈？先洗哦，还看我洗。嘿诶，小小呢？拍感冒的啦，我刚好搞抢叶拍感冒哈。唔是啊。韩国唔是嘞，等下哦，通常去看医生啊，赶快通下先生讲哈。做唔得啊，今日要工作去学校。哎呦，你还是要发黑了哈？你嘛个时间变安认真哦啊？我唔管，几多？嘿啦，也要陪医生看看咧啊吼，搁放心啦。啊，准备练脚的吼，这个身体嘛要顾好啊。今日洗洗来，同我再去诊所吼。啊，转过去。还有葱冇？有啊。啊有啊，转过来。来啊。啊。哦，有人讲发炎的，那量里有个规律，啊，多饮茶多休息就好诶。哦。
生，多巧哦。好看了，是。这个片，等啊。哦。哪一头哪有啊？手夹。真是哦，夭寿哦哈！好诶，竟然哦大碗的啦，七家食的呢，又还太多事哦，安尼打，也唔敢送到生日的哈。生日的，生日就无诶咩生日的。妈个呀！也个人哈，无菜园夫家哦，爱有钱呐，好诶个生妹哦，头个月也唔得食啊。那个福利村哦，看起来斯斯文文哦，竟然还安样人。结婚无一年吼，做三川大啦，大到生日的就有产特的。无菜啊吼，也爱太有病也要啦，真是吼，轻死啦！迄做的猪哦，就无人费钱吼，就老娘要扛个金春香啊，都好诶，就不管嘛个批分唔批分，他们没得金咩安哟。嘛错啦，真春啊吼，为着非常感人的事情，嘛拢通个多样的啦。总个爱唔好啦。这，莫安尼讲啊，也哦，莫讲也事啊，还个吼，福利村免人呐，莫伤心的啦吼。冇事。你个树卡很做嘛个啦？因为是朱砂，建做嘛个啦？我又唔养朱砂，我又没生意。我可以休息嘛，来讨论枪架。唔是啦，要断考诶，我要好搞啦。你真惊还假个啊哈？真的啦。阿姐，你有两三个无啊？我这是没事吧？就安尼啦，示范个时间唔示范，就好认识东西。好啦，去调整等下啊。交了。做唔得去买凉个啊？干么嘞？做唔得食白嘞？有汤的嘛哈？对啦。预留。你真的来了，我好害怕哦。昨晚没怎样吧？没事，但是他们真的来了，我吓死了。真的哦？那他们没发现你吧？没有，还好，我就照你说的，不要开手电筒，然后我都不出声。后来他们就走啦。可是我整个晚上睡不好。真是好险哦。我昨晚也睡不好哦，我有帮你准备早餐，是烧饼油条，趁热吃。谢谢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好啊。你呀，还是自己吃好了。阿发，你不喜欢跟我吃啊？每一次你都只来一下下就走了。不是啦，因为现在是上课时间啊，我要去学校转一转，顺便问问傅林，看看春秋茶室有没有什么情况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好了，今天就上到这里啊。啊，等一下，坐好，别急着下课啊。下礼拜啊，就是段考啦，老师特别帮同学准备这个讲义啊。老师们传下去啊，大家拿回去做啊，来。
么干什么？听清楚啊！考不好的啊，给我小心一点啊！每一个拿到讲义才准给我下课啊！考，再这样考就考焦了啦。对啊。奇怪，不是说有个欧利弗台风吗？最好他下礼拜再来，然后放几天台风假，这样就不用考试喽。欧利弗快来啦！弗里玛，我今天早上去抽水站找陈美丽啊，嚯，昨天晚上真的很惊险呢。你早上不来上课，就是去看陈美丽。你真的很关心她哎？不是啦，说来话长啊。车店的人还有没有再继续找陈美丽啊？不知道啊，我妈根本不让我管。她还说啊，如果我继续管东管西，她就要赶我回外公家住了。她这2天盯我盯得超紧，根本不让我问超店的事。哦，所以他已经知道了。唔敌啊！哎，什么他已经知道了？哎，你某医师啦，2个在这边讲什么秘密啊？真呢，2个大男人会有什么秘密啊？冲！抽啊！其实是董美托我拿情书给阿范，他还说千万不要让你知道。怎么可能是东美啊？很勇我哪一点不如你啊？是怎样？功课没有你好，还是没有你帅啊？勇我冇可能呢，哎，你只有2只脚，他有3只，当然赢你啊！讲的嘛，比吧！上英国就让人用移脚嘿。妈的，掰开了熟啦！干嘛硬要陪我回家？不用你陪我，老早就到。这行啦，你很啰嗦。人家阿发就有自知之明，感冒发烧就早点回去休息，干嘛硬撑？又没发烧，只是扭到脚而已，有什么关系？哎啦，没发烧，气雄啦。不要乱讲话啦！董妹，嘿，阿美嘿呐。你又来天数阿婆总店哦？是废话吗？阿美，你叫伊好茶位无啊？好几道的。阿婆，唔好。好，强强的。阿婆，甲叫啊去怪岛啦。哦，你叫去怪岛啊？跟店行还咧伫本拿药嘅本，我手扣经营3方10个药草，讲我推荐啊，鬼好用。听个人问董妹啊，带过去本。哦，感谢阿婆。最好叫董某也帮他敷药，那就更好喽。哎呦！好啦，看茶啊，咱哪天也不卡哈。多谢。董妹。拜六下午唔有闲无？董妹，本来两记言。哦，好。来，兄弟。俺这些。你讲嘛干？拜六啊？嘿啊，听讲有一出异形，几好看呢。爱唱啦，算起爱感谢天数啦。怎么咁唱啊？那写啊，要车手曲，约个迄期迄集个啊。含迄做着去看天样啊，好无？唔过也铺爱看过的咧。好，咱唔得讲哦，也铺天啊，几顿强呢。啊，真是的哦。唔同嘛，你去看的啊？爱年看片什么做的啊？又要断考，妈的又掰咖，还想约 C 妹看恐怖片啊？哎呦，你赶快回家啦！夫人嘛，你伫遐创啊？死囡仔某咧，你甲偷食薰哈？啊下课唔等喺厝伫遐创啥啊？爸袂用哦。哦，好。董妈，买便当啊？
好。包只卖哈，莫放坏哦。嗯，好。好，阿弟啦，你请买本个三农式的啦。系啊，你买就好啦，紧倒去找食饭啊。阿美受伤，我先送伊回去啦。走啦，走啦。若无代志，较早转来哈，莫伫外口安尼拍拍走啦。雨势从下午4点开始增强，观众可以从画面看到，部分路段已经受到影响。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，中部台风欧利弗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逼近台湾南部，敬请民众做好防台准备。老伯伊啊吼，一落一梯啦，講有個颱風啊，應該唔係聲音錯啦。今日新聞報告講，已經轉變成中度颱風嚟呢。係哦，變啊中度颱風嘅哦。咁唔記唔同去老哥嘅門咯，爸哦，佢休息前還嘅門呢。有，係去老哥嘅，佢出水橋同入水橋係前哥嘅，水位也講到最大，所以硬不要呀從太熱鐵梯啦。台會吃你來喎。唔用嘅咯，嘅時候買啊。冇啦，嗰啲時候阿姐約飛，你問問佢來，反而鳳太來唔用嘅。唔係啦，葉福賢先生啊嗬，你按到識，你這種好教好料，無負經驗嚟寫來啦。然後，聽我講嘢在平安送到路卡啦，唔是少啦哈。阿伯，你今天冇功課沒？有啊。用這個一下，晚上不要10天，我點到出下。喂。係啦，家人。冇啦，也就去啦。佢有個樣式啦嗬，邊有冇呀？已經會落太熱啦，你適合擺水啊嗬，係會走嘅。你幫我哋都睇唔同啊嗬，我有事。我擺水唔中意啦，反而儲水站出太水，太稀啊！飯條加奶，愛加本係，係頂
心内希望翻条，翻条加来，爱加本来。山高无强强，上后鸟来碰。大强卡冲山高，山高无强强，上后鸟来碰。